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来到竹东，听说当地有人用土来腌咸菜，到底是谁？为何要用土来腌？踩这个再上去，一层一层的踩上去，对，啊，哇，满满的一箱的这个芥菜哎。对啊，哇，踩在上面它会摇晃哎，哇，好像那个弹簧床，然后在左摇右摇，左摇右摇。阿娟姐刚刚有说到这个是那个客家长年菜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芥菜来做这个长年菜？因为我们刚好是当季的蔬菜。啊，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拿来做，哎对，说像过年的时候吃，第二天年初一的时候又可以吃，这样。他就是说他不怕煮啊，有一种意思叫做长长久久，去年延续到明年这样，嘿。哦，长长久久。耐煮的芥菜可以说是代表长长久久，这也展现出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寻求好兆头的一个习惯。因为我们怕里面有泥沙或是虫。我们就把它这样洗一洗。哇，现在的那个菜的那个香味都有了耶。对。那这个洗好的这个芥菜啊，是接下来就要拿去那边腌吗？对。田里采下新鲜的芥菜，经过1天的日晒，然后加盐水浸清洗，再加盐腌制，这就是美味客家咸菜的做法。接着，阿娟姐带我到一缸泥土前面，说要开始腌咸菜。为什么腌咸菜需要用到泥土呢？为什么要用这个土覆盖起来？因为以前我们都是用大石头下去压，可是损坏率很多，它容易腐烂。哦，是不是因为石头有空隙，所以会有那个空气进去？聪明。哦，这土看起来比较干了。哈？这土看起来好像比较干。对。来。你这边这个盘，好，可以啊。来这边，来这边，这边，我这边，来，你看，我们已经腌好的咸菜就这样的，黄澄澄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因为它的用杀的，它的损坏率就会比较少，所以说，像这样我们就可以，哇，就有那个有没有闻到香味？对，香味了。对。今天一天下来啊，学到好多。其实这个憨菜啊，跟泡菜啊，其实都是老祖宗的智慧。对，就是把一个食物啊，变成不一样的烹调方式。